喺呢個亞洲嘅行程啊，咁啊第一站咧就會去到日本嘅，咁啊之後咧就同我哋即係中國嘅一啲高官一齊會面下，咁啊到時咧除咗傾呢個商貿問題之外咧，最難免就會提到呢個匯率嘅問題啦。冇錯，哇匯率大家好關注啊，所以呢個時候咧即刻要請教呢位專家啦，咁啊同我哋一齊傾下，就係嚟自福匯亞洲分析研究部貨幣策略員梁啟俊啊 Jacob 啊 Jacob 你好。你好啊。係 Jacob 啊，我哋先睇一睇啦。嗱，今日睇翻呢啲電子傳媒嘅影像，都係影住呢一個奧巴馬啦，咁啊去開 APEC 啦，咁啊胡錦濤咧，首先咧就開腔就話喺呢個國際貿易上咧就唔見，即係唔想見到有呢一個貿易嘅壁壘再出現啦。咁嗱，繼而咧喺呢個會之後咧，咁啊奧巴馬再會即係訪華啦。呢個就係到氣喐啦，就傾下兩邊嘅貨幣問題。咁啊，究竟咧 Jacob 你點樣睇即係美元嘅走勢咧？嗱，其實睇翻啦，如果你係兩地嚟講咧，通常都係噶啦。奧巴馬方面都直指嘅啦，希望人民幣升值啦嚇。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咧，即係講就即係容易，但係我相信做嘅情況，我相信大家可能翻到自己國家嘅時候，都係各自為政居多噶啦。你睇翻譬如人民幣要升值嘅話，恐怕其實我相信咧喺中國角度嚟講，都要真係等，譬如話美國或者美聯儲啦，究竟係冇啲真係實際嘅行動將會，譬如話有機會加息啊等等，佢哋先有機會即係真比較大嘅力啲去改佢嗰個做貨幣政策。咁你話即係會唔會有啲陰謀論就係話啦，喺呢段時間咧好大機會咧，即係中國都話啦美元貶值變得太過厲害啦，跟住就可能美元有機會陰謀論就升翻咁樣。咁但係我就未必睇到呢個機會。事實上睇翻即係最近呢，譬如話 G20 之前有機會都會開會咧，但係其實講睇翻美金嗰個走勢咧，事實上都係仍然都係偏弱。就算睇翻呢幾日啦，美金升翻少少啦，其實個美匯指數都仲係講緊75.40啊或者係50呢啲關口。咁我諗美匯指數真係有機會要上翻起碼講緊78、79嘅話，先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我諗暫見嚟講都係仍然逢低吸納非美貨幣咧，就會比較合理啲啦。係啦，咁我哋睇翻嗰個嘅人民幣嗰方面啦嚇。咁其實見到咧，咁啊自從咧即係尋日人行出咗嗰個第三季嘅貨幣政策嘅季度報告之後咧，咁啊再加埋咧即係奧巴馬有一啲嘅華府官員咧嚟到訪華嘅時候咧，咁好多人都話啦，每次咧佢哋美國有啲嘅高官嚟到嘅時候咧，咁啊永遠咧嗰個嘅人民幣唔知點解嘅喎，都會即係升一升值咁樣。咁嚟緊咧嗰個人民幣嘅走勢你會點睇咧嚇？但其實就算升值嘅話，相信嗰個比率真係有機會升嘅時候，相信都唔會話太過即係個幅度太大。因為睇翻咧，其實始終中國暫時睇翻佢人民幣嗰個出口方面，即係中國出口方面，始終你話比喺即係金融危機之前咧，都仲係一段距離嘅。我睇翻就算譬如話真係有機會升值嘅話，可能極其量有機會可能去到6.8呢啲咁嘅關口，咁啊差不多。而且我哋睇翻過往啦，升即係每一升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比例都相對比較細。你話要去可能有機會，譬如有冇機會落個7毫幾啊等等嘅話咧，我就覺得機會真係麻麻地啦。所以就算捧人民幣升值嘅話咧，都唔好寄望太過高佢一個急升咯。咁啊睇翻咧，其實而家各自有各自嘅講法咧。嗱，如果你話人行咧咁啊發出個季度嘅報告咧，咁啊就講翻呢個貨幣政策嘅執行報告嚟嘅。咁啊對於佢哋睇人民幣嘅完善機制咧，就有幾點啦，就話要按翻個主動性啊、可控制性同埋漸進性嘅原則啦。咁啊就結合翻呢個國際資本就去定一個機制。咁但係咧睇翻今日咧就呢一個亞太經合會議裏邊提到咧，就話匯價嘅問題咧，應該最大體咧係由市場去定翻一個匯率嘅升跌嘅。咁實際上咧係咪暗示緊咧，即係話呢個地區貨幣咧應該即係就一就美元呢？嗱，其實睇翻即係相信啦，你話係漸進式方面嘅改進，其實係我相信都係中國打後嚟講嘅策略嚟㗎。點解咧？即係睇翻就我相信其實又有參考過一個例子，就係以前日本嘅例子咧，曾經係當個經濟發展得好好嘅時候咧，一個即係熱錢嘅內流咧，係令到日本嘅經濟咧曾經就喺90幾年嘅時候呢一個崩潰式嘅下滑嘅。我想如果睇翻呢中國嘅發展嚟講，其實都會借呢個例子為鑑，就唔希望就話個匯率方面冇錯。如果睇翻匯率嘅話，你應該人民就要繼續嘅升值，但係恐慌就係話始終內地都好驚嘅一個大量嘅熱錢嘅內流，令到資產泡沫好快咁樣形成。我諗相信就喺呢段即係嘅報告裏面啦，即係佢雖然話就話可能會漸轉息，但係嗰個時間上面呢，我相信都會係分分鐘係1-2年嘅事，就未必會係而家會發生啦。尤其是而家都仲係一個復甦嘅階段，更加唔希望有啲咁嘅貿然嘅轉變影響到佢哋本身嗰個發展嗰個速度，嗰個復甦嘅速度咯。係啦，咁其實咧講埋其他嘅一啲嘅貨幣啦，咁特別係一啲嘅商品貨幣啊，我哋咧尤其是睇呢一個嘅澳紙啊，咁我哋見到咧而家咧即係見到佢咧又開始咧上翻嚟啊嘛，而家咧去到92美
美仙嘅水平附近。咁但係咧，我哋過往睇到咧嘅經驗就係上一次咧，我哋見到佢去到93嘅時候咧，就好似再升唔穿咁樣啊。咁而家咧即係去到92嘅時候，92美仙92百幾啦嚇，咁其實仲值唔值得即係再吸納咧？嗱，呢個要留意翻啊，就咧琴日其實有一段時間係憧憬翻下個月都會繼續加息嘅，咁啊突然間就上咗去即係高位啦，大概9370呢啲位置93.7美仙。咁但係如果我哋論翻收市價，你都講得啱嘅，就係收市價嚟講咧，其實澳元好少收得高過93美仙嘅。咁所以現價嚟講，而家都係做翻一個盤整，就係話冇錯，佢有機會衝高，但係你睇翻其他非美貨幣咧，係歐羅又係咧，去到1.5關口就好似唔係好夠力。英鎊曾經上翻67、68呢啲位，又係好似唔係好夠力嘅。咁我相信，如果真係要澳元再上市嘅話，有一個關口反而真係要睇就係個美匯指數。上一次失守咗75，收翻高上嚟。咁喺技術形態咧做翻個反彈。我諗現階段咧喺處住澳元嚟講，除咗息口之外咧，喺個技術層面嚟講咧，真係啦，除非佢收市價收翻高過93美仙，先能夠進一步上望94、95。咁同埋都要相反睇埋其他非美貨幣能唔能夠跟隨啦。金價又係咧有一個高位好大嘅一個技術性嘅調整啦。咁我諗去到年尾咧，大家都開始驚真係高嘅時候咧，又會變得理性，而且喺技術性嘅調整嚟講咧，都會比較大。我相信如果你話喺澳元嚟講，暫時就唔適宜做一啲好突破嘅買賣，反而你話 range trading 咧可能會更加適合嘅。喺譬如話樓下92美仙啦，高位可能93美仙會有個阻力，甚至乎可能高少少93.2美仙。咁我諗都係做翻個 range trading 咧會比較好啲。咁啊 Jacob 話再問翻啦，就係頭先你提到美匯指數嗰度啦，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即係美匯指數咧喺短線我哋見到好似擺脫咗一個弱勢啊，咁啊脫離咗即係早輪嘅15個月低位咧，74、774呢啲位，咁啊反彈到去75個767咧就開始停啦，咁啊而家見到咧即係做係大概 keep 住75432咁上下，嗱呢度咧代唔代表即係今次美匯反彈呢一浪已經完成咗咧？嗱，其實就未可以咁快睇得住。嗱，過往我哋睇翻咧，如果美匯指數真係能夠即係做一個反彈嘅時候咧，通常佢會收復幾條均線嘅，包括啦係條50天嘅均線添。咁但係你話如果其實睇翻美匯指數嘅50天均線，都現時嚟講大概喺76.3左右嘅啫。你睇翻能唔能夠譬如話反彈浪嚟講咧，而家就好難定奪佢究竟反彈完未。但係可以咁講，上幅嘅沽壓仍然好多嘅，包括譬如話76呢個關口啦。另外就譬如話啱講翻50天線76.3呢個關口，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阻力。咁我諗仲有一條下降趨勢線嘅，下降趨勢線都唔係好遠嘅，就大概76.5呢個位置啦。上方你要真係收復翻咁多個阻力嘅話，往往我哋過往睇翻美匯指數收復均線好難嘅，但係一跌咧就基本上1、2日就跌穿㗎啦。咁我哋睇翻可能今次都係仍然做緊啲咁嘅走勢。嗱，如果你話今日美匯指數收翻低過75.3呢個位置咧，恐防下個禮拜個沽壓又會繼續大啲，有機會再要試穿75嘅，咁都要留意翻。但係咧喺75呢個關口真係要留意啦，去到75真係沽咗美元嘅，收一收手先，等佢真係穿咗咧先補翻倉都唔準啦。係啦，咁啊，即係怪唔得知咧，好多嘅即係市場界人士咧，咁啊都認為美元嗰個弱勢咧，咁啊似乎都冇乜理由咧，令到佢可以再強翻嚟啊！但我哋睇埋咧就係歐羅同埋英鎊呢兩隻嘅貨幣啊，咁我哋見到咧，即係每逢去見到咧，嗱，譬如好似歐羅咧，去到呢啲1.48附近呢啲位咧，咁啊又係好似咧，即係上唔到咁啊！英鎊會唔會好少少咧嚇？嗱，其實英鎊咧有少少通常都係同個市場走反嘅。我哋睇翻啱啱呢個一個鐘咧，英鎊升得好厲害啊！由1.65呢啲頂位，而家去到1.667啊！係啊，差唔多升咗80-90點子啦。咁但係你見到英鎊歐羅跟唔到嘅。嗱，好多時咧英鎊咧過往都係受住啲壞消息而跌嘅，譬如話評級問題啦，又話佢嗰個央行報告問題啦。過後咧，英鎊好大機會會升翻，而非美貨幣跟唔到嘅。其實我哋見到喺反映喺交叉盤方面呢，係好大個關係嘅，因為每逢壞消息出嚟嘅時候呢，英鎊對個個嘅交叉盤，每個交叉盤都跌得好犀利嘅。但係個市場咧穩定咗之後呢，啲交叉盤又要做調整嘅時候呢，咁變咗你可能美金唔係好關事嘅，係個英鎊對翻啲交叉盤去升值。譬如話英鎊對歐羅啦，英鎊對澳元甚至紐元啦，咁我見到有一段時間係英鎊呢家升得好犀利啦。曾經有時就琴晚都係嘅，英鎊升嘅時候呢，歐羅啊或者澳元全部都跌翻落嚟嘅。咁其實呢啲可能係反映喺交叉盤方面真係做翻個調整，但係咧我可以咁睇。英國呢個情況其實譬如有提到所謂產能過剩，有機會喺未來呢段時間影響住嗰個通脹啦。但係其實我相信我自己個人睇法啦，英鎊呢個匯價其實而家嚟講都係偏低嘅，加上係未來咧，我認為啦，英央行係低估咗通脹嘅壓力嘅。所以如果你話長線投資嚟講咧，其實英鎊仍然值得係吸納嘅，咁可能會更加好過歐羅。點解咧？可能我未來嘅升幅會更加大。咁如果睇翻咧，即係話